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丽。今仔日要来给大家讲笑话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廖弟，恁妈妈的地位较大，还是恁爸爸？当然是妈妈较大啊！哈？为什么啊？因为伊若咧烧阮吼，爸爸拢讲恁爸，啊妈妈拢讲恁祖妈啦。医生啊，你看我真正落病，是毋是你当初甲我接生的时？技术无好啊！哈！你看人个出世的时是甘金汤匙啊，我出世的时甘的是塑胶汤匙啊呢。我妇产科的医生做遐侪档啊，到今嘛遐毋捌接生过。迄出世的时阵，喙着甘汤匙的囡仔啊。考试考到一半，我的原子笔内底的墨水，就是我人啊咧愈来愈清晰，愈来愈清晰。愈来愈清晰。太极的真理10分，写1分，为别人设想。留一点仔余地，伏在其中做。建议勿全贪，杯水勿全满。5德太极道，福吉永绵长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留伫 Camber 每晚20点准时发布影片。刷！人生7早才开始，是开始啥物呢？就是观察盐放湿的汤料杯，中风老人目睭无，目睭有，目睭前乌影乌影，搁有啦，骹头有无啦？恁厝是拢送咧发热送咧做主啊？我是一